那上一堂课呢，我们是讲到91页的倒数第二段，然后就是讲到说，故于诸菩萨呢所起及敬重心。那为什么说会对于诸菩萨升起及敬重心呢？那就讲到说呢，就是一个呢，就是堪为呢，就是作为听闻空性的一个有情，或者说呢，他对于空性的道理呢，能够无导的了解，或者说呢，他或者说呢，他本身呢就是具备就是听闻空性的这种友情呢，那他听闻空性之后呢，就如同说寻找到了宝藏一样。那因为呢，他能够如实的了解空性，无错误了解空性的缘故呢，所以他了解空性之后呢，因为了解空性的缘故，所以能够帮助他呢在方便品之上呢，然后不断的增长，而且呢会让他的方便品的功德呢不断增长，而且呢，会让他更努力的呢去行持，就是这些诸方便品的功德。那在经文里面呢，这边最主要呢就是提到了说，如果能够无导了解空性的时候呢，他自然呢会因此呢而尽量的去持戒，然后呢布施，然后升起大悲，以及呢升起大悲，然后呢修习忍辱，然后还有最后呢会好好的去做回向。那这一段呢，最主要就是说，当一个有情呢，他能够听闻空性，听闻空性呢会引发怎样子的功德？那因为引发了这些功德的缘故呢，所以由此呢而对这些菩萨呢，就是升起极敬重的心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看到91页的最后一段。那这边呢讲到说，得空见诸大乘人，由生清净正见，于修广大行品，起及敬重，此是最应称赞之处。那这里呢就提到说呢，当一个呢就是能够无导了解空性的有情呢，那他了知了就是空正见的道理之后，那这种获得空正见的这种大乘的行者呢，他因为升起了清净的正见的缘故，无导了知正见的缘故，那因为他能够清净无导了知正见的缘故呢，所以他会自然而然的呢，就对于说广大行的这些修持呢，升起极为敬重。那这边讲极为敬重，就是说他升起了清净正见的时候呢，他自然而然他就会趋入，就是要去行菩萨行，广大的菩萨行，他自然而然呢就会去趋入，他自然而然呢就会去修习慈心以及悲心。所以当无导了知空正见的时候呢，方便还有智慧二者呢是能够互相增益、互相帮忙的。而且你一了解空正见的道理的时候，你自然而然呢就会去入于就是广大性，了解自性空的道理的时候，所以对于这一点呢，是我们最应该呢去称赞的地方，因为这是非常稀有的一件事情，所以是最值得我们去称赞的地方。那这一点呢，就引自龙树菩萨的菩提心释论。那这里呢，就引用了龙树菩萨的菩提心释论呢，就讲述到说：由知诸法空，复能说业果，此为最胜奇，此乃极稀有。那这边呢，就讲到说，就是了解说诸法呢都是自性空的。那在了解诸法自性空之后呢，还能够在诸法自性空之上呢去安立业果，所以就是说由知诸法空，复能说业果。那在了知一切法呢都是自性空之上呢，那你还能够依此自性空呢去安立就是业果呢？那这一点呢真的是非常稀有的一件事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除了应成派之外呢，那秩序以下呢，它是没有办法在自性控制上呢去安立业果的，他们没有办法去安立这一点，因为四部宗义里面呢，凡是秩序以下呢，他只要认为说一切法如果是自性空的话呢，那一切法呢它就会不存在，所以他没有办法在自性空之上呢去安立业果的法则。所以呢，这一点就讲述到说呢，因为呢，这些真正了解空正见、无导了解空正见的这些大乘的行者呢，他了解说一切法呢都是自性空之后的，他还能够去安立业果。那这一点呢，真的是是一切稀有之中最稀有，那它也是一切稀奇里面呢最稀奇的一件事情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呢？那这个在宗喀巴大师就是在《入中论善显密书》后面的部分呢，也有提到说，在自性空之上呢，能够安立业果这一点呢，是中观见解里面呢最究竟的一点。然后除此之外呢，它也是中观见解里面呢最难理解的一部分。
那我们在这边呢讲述到的菩提心释论呢，我们讲到说它是龙树菩萨所造。那这个菩提心释论呢，它是就显教和密乘的经典来说的话呢，它是属于密乘的经典。那菩提心释论呢，就是顾名思义呢，它是在解释菩提心，但是它在解释菩提心的时候呢，它解释了圣义菩提心以及世俗菩提心这两者，所以称之为呢是菩提心释论。那我们讲到说，为什么菩提心释论呢？它是属于密续的经典呢？因为它最主要呢是解释密集根本序里面的一句话呢。那因为这句话的缘故，所以开展出了整个菩提心释论。那他所解释的这一句话呢，是在密集根本序里面第二品里面的一句。然后由此呢，而为了解释这一句，所以讲述了就是两种菩提心。所以呢，在这边所讲的菩提心释论呢，菩提心呢，就是解释到说，就是圣义菩提心还有世俗菩提心，为了解释这两个菩提心呢而造的释论。那所以呢，这边就讲到，接下来呢就讲到说，是故必须永离二种非气，或不信解而生火棒，或是信解而以正理破除一切因果等法。那这里呢就讲到说呢，基于这个原因呢，所以呢，我们必须要远离两种非气。那两种非气呢，就是上面所讲的，或者说接下来呢所讲述到的，就是不信解而生毁谤。那所谓不信解而生毁谤呢，它就是对于空性呢，就是完全不承许的，它根本呢就不承许空性呢存在的这种有情呢，所以这种呢就是对于空性呢不信解而生毁谤，就是说完全不承许空性的存在。那这种呢，就是对于空性呢，我们就说对是产生损减，或者说呢，就是它就是毁谤空性。那或是信解而以正理破除一切因果等法，或者说呢，他是承许有空性的，但是他对空性的理解呢，并非是无导的理解，他对空性呢是有错误的理解，他会认为说呢，一切法如果是自性不成立的话呢，那就等于说因果等法呢皆不存在，所以就讲说或是信解而以正理破除一切因果等法。那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呢，让自己呢不要成为这两种有情，就是这两种非气的有情，要么就是完全不相信有空性，或者说你相信有空性呢，但是对空性的理解呢是颠倒的这种理解。那远离这两种非气的有情之后呢，那会怎么样呢？即因无自性之空见，了达一切能作所作诸法，即为因理也。那这里就想要说呢，如果说我们不是上述所讲的这两种有情呢，而是真的能够堪为听闻空性的这种道理的所化机的话呢，那我们了解了无自性的这个空正见之后呢，那自然而然呢，能够了达一切呢诸法它的所作能做，然后等等呢，它的这些业果等等呢，是极为因理，是绝对可以去成立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我们讲到说业果呢，它是一定合理的。为什么业果是合理的？因为一切法呢皆无自性的缘故，因为一切法皆无自性的缘故呢，所以才能够彼此关待而去安立的缘故。所以这些一切的表达一切能做所做诸法呢，它本身呢就是因为是无自性的缘故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，所以才能够去安立它。所以这一点呢是极为合理的一件事情。而且呢，也因为说我们无导的了解了空性的缘故呢，那我们自然而然呢，一了解空性之后，就如同上述所说的，我们自然而然就会趋入于大乘的这些方便的这些修持。那如果说具备了就是上述的，就是你是这两种非气的话呢，那你就没有办法呢，因为听信了空性之后呢，然后就趋入于大乘的方便道。接下来讲到呢，就是说，如果不是这个样子的话呢，若非如是，自谓以得正见，而于持戒等一切业果见律，见如兔角之花纹，为彼等形式对未知了义者说，已知了义，即不须比。那这里就想要说呢，如果不是像上述所讲的这样呢，就是当你了解了，你真的无实了解空性之后呢，那我们应该知道说，一切的能做所做呢，它都是极为合理的，因为无自性的缘故。但是如果不是这个样子呢，然后自己以为自己获得了正见，获得了空正见，但是呢，却对于说持戒等一切业果的建立呢，你对于说就是一切能做所做，还有像是持戒、布施持戒，还有业果等等呢，它都如同是兔角的花纹。因为我们知道说兔子角根本就不存在，然后你还去找说兔子角上面是否具备那个纹路，
那这不是很颠倒吗？所以你说呢，你自己呢已经获得了正见，但是呢，对于说像是持戒还有业果等这些呢，它就如同像是兔角的花纹一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所谓的持戒，还有说像是业果这一些呢，它是对于说未了解就是空性的道理的这一些人所说的。那已经了解空性的道理的这一些人呢，他是不需要持戒的，他也是不需要了解业果的。所以讲到说呢，未彼等行是对未知了义者说，未知了义者呢，就是说他已经不了解就是空性道理的人而说。那已知了义者，就是像我这种已经了解正见的人呢，是不需要去持戒以及去了解业果这一些的。那这种呢，此乃妄执，一切皆是分别所作，一切分别皆是着实相之执故。那这里就讲到说呢，他为什么会这样子？他为什么会这样子程序呢？他为什么会说，因为我了解了正见之后呢，所以不需要持戒，还有不需要业果这些呢？因为呢，所谓的这些呢，它全部持戒也好，或者说布施也好，这些呢，它全部呢能做所做这一些，它全部呢都是妄执。因为什么是妄执呢？因为它一切呢都是由分别所做，都是由我们分别心。那一切的分别心呢，皆是着实之相执故，就是所有的分别心呢，它都是我执。他这边就把分别心呢跟我执呢就完全混成一谈，就把分别心跟实执二者呢就完全混为一谈。因为他认为说一切的分别呢，皆是着实之相执故，就是一切的分别呢，它都是实质，都是实质，一切的分别呢，皆是实质。那那这个呢，我们之前在心类学的时候呢，已经讲述到说，就是我们在讲述心法的时候呢，就是心法呢，它分为就是分别知以及无分别知这两者。那无分别知呢，它是没有错乱知的，但是分别知呢，它一定是错乱。但是他把这个错乱呢，就是意识搞错了。他觉得说一切的错乱呢，就表示说你全部都是实质缘故呢，所以你才是错乱。所以他就否定了一切的分别。但是我们之前有讲到说，虽然是分别知呢，但是它也有属于道的体性。就比如说呢，我们在加行道的四第一法的时候呢，加行道四第一法，它同样呢也是分别知，但是呢它却是道的体性。所以我们不能说你凡是分别呢，它就是实质。那因为他把一切法呢认为都是实质的缘故呢，所以他觉得说一切法呢透由分别心所去安立的这些呢，都是错乱的缘故，所以由错乱所安立的缘故，所以对于持戒还有业果这些来说呢，它全部呢都是如同兔角的花纹一样，都是不存在的。所以呢，讲述到持戒跟业果，它只是对了这些不了解正见的人呢而说而已。那了解正见的人，他是不需要持戒还有业果这些方法的。所以这就和上面所讲述到的，当你能够了解空正见的时候呢，你应该是能够去安利能做所做这些，而且你也能够无导的呢，就是因为了解空性的缘故，你自然而然呢就能够去入大乘的这些方便道，而不是完全的否决。所以如果说你是如同这个样子的话呢，便同支那堪布。那所以这边呢，就如同说，如果持之这样的见解呢，便同支那堪布，摧毁一切善根也。那这边是什么意思呢？最主要就是说，支那堪布他的见解呢，就是认为说一切的法呢，就是说我世俗的一切法呢，那它全部呢都是由分别去安立的。那因为呢，他了解到说，凡是分别呢，必是错乱之，所以他就认为说，凡是分别之呢，它必是呢实质。那因为凡是分别必是实质的时候呢，所以你为分别所执持的时候呢，你就必定是颠倒的这种执着，你必定是颠倒的这种单着。那既是颠倒的单着的话呢，那就表示说你所有的所执持的这些呢，它全部都是错误的。所以呢，他就讲到说，因为所有一切的东西呢，都是透由分别而生，所以无论说呢，你是把它执持为自性存在，或是你执为自性不存在呢，它通通都是由分别而生。那凡是由分别所生的呢，它全部都是颠倒错乱的这种执着，所以呢，这种全部都是错误的。所以最好的方式呢，就是不要有任何的作意，不要去想，那毫不作意这种呢，才是最究竟的见解。那这个呢，就是支那堪布呢他的见解。那会有上述的这种想法呢，也是因为会觉得说一切法呢，凡是分别呢，必是实质的缘故呢，所以由此呢，去觉得说凡是有作意呢，它必定就是属于颠倒的这一种执着，而去否认掉了一切的就是世俗的法类。
那所以看到这一段之后呢，那就回过来说，想到说，那我们学习社类学呢，对于我们有什么样的心类学，帮助呢？漏心类学，可是它的逻辑，哦，lawlessness，就是我们在学习心类学的时候呢，对于我们有什么帮助呢？因为我们这边就想要说呢，支那和尚呢，支那堪布呢，他的见解呢，就是认为说一切的分别呢，皆是实质。那既是实呢，既是实质呢，它都是颠倒的。那这里呢，我们就了解到说呢，不能够这样子去程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讲到说一切法呢都是实时，它都是颠倒的话呢，那这个呢就表示说它如果是实时是颠倒的话呢，它就是所断。但是我们在学习心类学的时候呢，里面就有讲到说，我们在讲述了知的时候呢，了知它分为就是分别知还有无分别知。那同样呢，又分为就是错乱知还有无错乱知，还有颠倒知和不颠倒知。那我们讲述到说，凡是分别呢，皆是错乱之，但是我们并没有说凡是分别呢，皆是颠倒之。那所以呢，如果你把一切的分别呢都认为是颠倒之的时候呢，那这本身就是一种错误。那就以我们现前呢可以了知到的，像是我们在讲说像是直平眼直直平的分别之，或者说持之柱之的分别之来说的话呢，我们知道说它并不是颠倒之，虽然说它是错乱之，但它并不是颠倒之。为什么它并不是颠倒之呢？因为它所支持的这个境呢是真实存在的，并不是说它所持着这个境呢是不存在的。它所持着这个境是真实存在的时候呢，就表示说它不是颠倒之。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呢，以分别之来说，不可能说所有的分别之呢都是颠倒之。那再以另外一个来说，就是分别之对于我们来说呢，为什么也是需要的呢？因为呢，像我们一开始在学习的时候，就讲说我们要透由文思修呢，然后不断的循序渐进去学习。那无论说像是文会、诗会还有修会呢，一开始呢升起的时候呢，它全部呢都是属于分别之。那就而且我们知道说，以文会来说呢，文会呢它本身是属于视察义，它是分别之，它是视察义。那像我们一开始在听闻佛法的时候呢，像是我们在学习听闻无常的道理也好，或是听闻世谛的道理也好。那在听闻这些道理的时候呢，这些全部都是文会，但是这个文会呢，它本身并不是颠倒之。所以呢，这边讲到说一切的分别呢，皆是颠倒的时候呢，它本身呢就是一种错误的认知，因为并不是一切，它是不服顺于事实的，因为不表示说一切的分别呢全部都是错，全部呢都是颠倒的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说分别之对我们来说呢是一定必要的一个存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承许说呢，就是有属于是分别的量。像我们最初呢，在正德就是像是细分的无常也好，那我们最初在正德细分无常的时候呢，我们一定是需要依靠比度呢才能够正德的。那我们之前就讲到说，为什么会有现前跟比度这两者呢？那比度呢？为什么要有比度？就像我们最初呢，在正德这一种，就像是隐蔽分的时候，一开始我们要正得隐蔽分的时候呢，那我们先讲述到说隐蔽分和现前分呢是如何的去做区别的呢？就是以凡夫来说，凡夫在最初正德的时候呢，可以现前正德的这种呢叫做现前分。那在凡夫最初正德的时候呢，无法透由现前去正德，一定需要依靠一个正因之后呢，才能够正德的这一种呢，那叫做隐蔽分。那透由正因去正德呢，一开始呢就一定是要依靠着比度。那第一刹那呢，也就是要依靠的比量呢，我们才有办法去正德。所以一开始凡夫呢，以凡夫来说，对于说像是隐蔽分的法类，像是细分的无常也好，或者说像是人无我，或像是空性呢，它在最初正德的时候呢，是没有办法透由现前呢去正德，一定要依靠的正因。那透由正因呢去正德，就是透由正因呢去正德它的所立的这一个了知呢，也就是我们所讲的比度。那第一刹那呢，也就是比量。那所以我们后面的像是正德，我想要现证无常，现证人无我，现证空性呢，我们要升起这种限量之前呢，要现证之前，你一定呢要透由正德这一些法类的比度之后呢，你才有办法升起这一些现前正德的量。因为你没有透由这个比度的时候呢，你是没有办法升起限量去正德这一些隐蔽分的法类。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说呢，这一些比度或者说比量呢，它是不可能呢会是所破的。
那就讲说我们在正得于其现前，我们要心绪之中生取一切现前之前呢，你一定是对于说你之前比度呢所正得的这个法类之后呢，那你在当它变为就近的明现之后呢，你才会变成于其限量。所以这就表示说，你在还没有产生就近的明现之前呢，你一定是要有比度，一定要有分别之，你才有办法透由这个分别之不断串习之后，才把这个它的体性呢成为就是就近明现的这个体性。那这是第一个，如果说我们不承许分别之的话呢，会有这样子的过失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以文思修三者来说的话呢，如果说呢我们不承许呢不承许说分别之呢，如果说我们承许说分别之呢，它全部都是颠倒的话呢，那就表示说文会呢是没有办法安立的，因为你所听闻的呢，它全部都是颠倒的，因为它是分别之的缘故。那既然你没有办法安立文会的话呢，那同样的你就没有办法安立诗会。那同样的，因为诗会呢，它也是分别之。那同样的，你所思维的这一些呢，它全部都是实质。那它全部也是颠倒的话呢，那它就变成所断。那没有文会跟诗会的话呢，那最后是不可能升起修会的。所以由此呢，变成文思修三会呢，也没有办法去安立。所以这是透由理路上呢，然后去成立说，为什么如果不安立分别的话呢，会有如是的过失。所以呢，就是除了上述所讲的之外呢，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92页的第一行，那就讲到说呢，或有妄说，就乱世前暂许取舍，若于分别仍分是否实质二类，则说破自性之正理能破一切境，变成狂语。那这里呢，就讲到说呢，那有的人呢，他是承许到说呢，就是错乱之呢，就是以这个颠倒之来说的话呢，在这种错乱的认知面前呢，那我们呢是可以暂时呢去安立所谓的世俗法，或者说呢我们可以去安立业果，我们也可以去安立广行道，就像是布施、持戒等等，这些呢是在错乱世之前呢，我们去能够安立。那对于分别之来说的话呢，就是刚你讲到了，他成语说凡是分别呢，必是实质。那如果说你本身就已经承许到说分别呢，它就是实质的时候呢，那你硬要去把它分别说，你已经承许说分别即是实质的时候，然后又再去分别说分别呢，它还要再去分为是属于实质的那一分，以及不是实质的那一分。那你这样子去安立的时候呢，则说破自性之正理，能破一切境，变成狂语。那你既然一开始已经说凡是分别呢，就是实质的时候，那你这个时候呢，又说有一种分别呢，它是能够破除自性的。那能够破除自性的这个分别呢，它就是正理，然后它能够破成一切境的话呢，那你这个其实是没有意义的话嘛，因为你之前就已经讲说凡是分别都是实质的。那既然是实质的时候，你后来要去分别说分别它本身有一类呢是属于实质，然后有一类呢不是属于实质，那不是实质的那一份呢，它可以破除掉说我们说一切法呢都是无自性的这种呢，那这种本身呢，因为你说一切法都是无自性的话呢，它会破除一切，它会破坏一切。那你这样子讲，它本身就没有什么意义了，因为跟你前面所承许，它就完全是相违的。所以，以这种承许来说的话呢，就如同狂语。那这边狂语就是在藏文里面来说，它本身就是说你所讲的这个意思，你所讲的这一段话呢是没有什么意义的，它是前后相违，它是没有什么意义的。那所以接下来呢，又讲到说，若不分二类，则践行二种分别，因互相危害，视同水火。那这里讲到说呢，那就如同你所讲的呢，如果说你承许说一切法呢，一切的分别呢，就是实质的话呢，那刚刚讲到说，如果你又把它硬要呢，你已经说一切法皆是实质，一切分别呢皆是实质，然后你硬要把它分别说，分别呢它是有属于实质又不是实质那一份的话呢，那你基本就是前后相违。那如果说一切分别呢它都是实质，那我们不再去做分类的话呢，那以你这种见解来说的话呢，那践行两种呢，它就变成就是相违视同水火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讲说到说这边所讲的见呢，指的就是指说证得空性的这个见解，证得空性的这种智慧。那证得空性的智慧呢，它最主要所要对治呢，就是要对治实质。但是呢，你讲说一切分别皆是实质的时候呢，那以方便分来说，就是
尚未成佛之前呢，就是在有学道的时候呢，有学到有情熏习中所有的方便分呢，无论像是菩提心、慈心、悲心，或者说像是六度也好呢，它全部呢都是属于分别，那它全部呢就变成实质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它既然是实质的话，那它就会被就是证得空性的智慧呢，然后变成说证得空性的智慧去对治它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现行二种呢，它就变成说势同水火。所以呢，这样子呢是不合理的。那除此之外呢，你刚刚呢又讲到说呢，一切分别呢，一切分别呢，它皆是由就是皆是乱世，皆是乱世前呢，都是在乱世前呢，我们可以安立世俗的这些法类。如果说你讲说一切就是分别世俗的这些法类呢，它是围在就是错乱世之前呢，才能够去安排的，就是暂时取舍，就是在92页的第一行最后面所说的，或有望说就乱世前暂时取舍的话呢，你想说一切的这些都是在错乱世之前呢才去安立的话，那你如果是这样子去安立的话呢，其安立取舍处之乱世与能安立者，并所安立法，皆因无处安立。众作此等乱说，那就是说，如果你讲说一切法呢都是安立在就是错乱，都是透由错乱去安立的，它实际上呢是不成立的，只是在错乱之前呢，我们才去安立这些法类的话呢，那如果说你做这种程序的话呢，那你本身是这样子的话呢，那你本身所安立的这个错乱之，它也无从去安立啊，因为它根本就不存在啊，因为就像你讲的，它只是在错乱之前安立，实际上是并不存在的。那并不存在的这个错乱之，那你如何去做一个能安立的错乱之，以及它所安立的这些法类，就变成说任何一法它全部呢都无法安立了。所以呢，上述所讲的这些呢，众作此等乱说，就是上面所讲的这些呢，全部都是胡说，全部都是乱讲的。那讲述的这些呢，是成前引诸论之敌者也，就变成说，以上我们所讲述的，刚刚所举的这一些呢，这些程序呢，它全部都是我们之前所引用的这个论点的这一些，和它是完全是相违的。之前所引用的论点呢，就是我们刚刚在引用菩提心释论的时候，就是91页呢，就是最后一段的第5行的地方，就是说引完菩提心释论之后呢，然后就讲到说呢，即无自性之空见，了达一切能作所作诸法，即为因理也。就是这个呢是至中，就是因为是无自性的缘故，所以我们才能够去安立一切所作、能作所作，还有业果等等的，这个才是安立。这个呢才是我所承许的。那你上述所讲的呢，都跟这里引菩提心之论之后呢，然后至中所承许的呢是完全相违的，所以就变成说是成前引诸论之敌者也。我们呢就讲到说呢，就是证得空性的见解呢，它是一切就是烦恼的一个正对治，就是它可以是对治我们的贪嗔等等。那对于这一部分呢，我们这边就不多做解释。那这个之后呢会提到，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进入第4个科判，就是劝法弃人听闻。那这边讲的劝法弃人听闻呢，那所谓的就是法器人呢，就是我们在第2个科判呢所讲述到的，就是可以说生意的这个法器。那可以说生意的法器呢，它的这种它所表现出来的相状呢，就是我们之前有讲到，就是在第90页的第90页的开头呢，就是讲到说，他对于说闻到空性的道理的时候呢，内心呢会说引发欢喜，然后因为这种欢喜的缘故呢，他会流泪，然后或是汗毛直竖等等。那或者说呢，最低下限呢，就是他也能够不为善知识的教戒。那这个呢是康为心直通达空性功能的这个法器。那所以这边呢就讲到说，对于劝于这个听法人呢，就是要劝这些就是堪能听闻空性的这些康闻闻气的这些行者呢，就是劝他呢，就是好好的呢去做听闻。那这个科判里面呢，除了劝他好好听闻之外呢，那同样呢，他也会讲述到说，如果我们听闻空性的话呢，会有怎样的功德产生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看到第4个科判。那讲到说呢，劝法弃人听闻。那一开始呢，就讲述到就是入中论的根本颂。善巧深广诸士夫，见次当得及其地，求彼者应闻此道。那这边呢，最后面一个呢，就是讲到说，求彼者呢应闻此道呢，就是劝发呢，就是康为闻气的这一些
这些修行者呢，他应该来听闻就是空性的道理。所以呢，就讲述到说呢，如上所说甚深广大之理，若有是福能善巧者，则于一生未终，不久即能修集甚深广大福智之粮，见次当得及喜地。那这里呢，就讲到说呢，上面呢，如上述所说的这一种，就是关于甚深的空性的道理，以及广大行呢，就是方便分的这些道理呢，若有是福呢，他能够善巧的话呢，那在一生位中，一生位就是说在凡夫位的时候呢，他不久呢就能够积集甚深广大的福德之粮呢，然后见次呢就是当得极喜地。那这边讲到说，就是对于甚深跟广大道理善巧的这个行者呢，他在一生位，就是在凡夫位的时候呢，他就能够修习甚深广大的福智之粮。就比方说，这个时候呢，他因为有了广大行的缘故，就比方说他升起了菩提心的缘故呢，所以他就进入了大乘的资粮道。那大乘的资粮道呢，为什么是称之为资粮道？因为它能够广大的，它能够累积广大的这种福德资粮的缘故呢，然后因为透由这种进入资粮道之后，然后对于甚深还有广大的这些福智的资粮呢，能够快速累积的缘故呢，所以见次呢当得极喜地。那极喜地呢，我们知道就是初地，就是由此呢，它可以进入初地。那这里呢，我们就讲述到说，在大乘资粮道的时候呢，就是立根的这种行者呢，他是先证得空正见之后呢，才发起菩提心。那这边呢，就讲述到说呢，就对于这种立根的行者来说的时候呢，他已经先证得了空正见，证得空正见之后呢，才发起了菩提心。那他进入资粮道之后呢，那他就是最主要呢，就是对于空性呢，又升起就是闻思。那这主要是在资粮道的时候，那他升起了文慧跟思慧是在资粮道，那升起了修慧的时候呢，就进入了加行道。那等到进入什么时候升起就近的修慧呢？就是进入见道的时候，就是当他现证空性的时候呢，就是所谓的就近的修慧。那个时候呢，就是进入了见道，也就是这个时候呢，他就成为了极喜地。所以在这里面呢，最主要讲述的呢，就是讲到说入中论呢，它的所化机。这边呢，就解释说，为什么呢？对于立根的行者来说呢，他在尚未升起菩提心之前呢，他能够先证得空性呢，就是讲到说，他还没有进入大乘之粮道，因为他什么时候升起菩提心呢？他才会进入大乘之粮道。他在立根行者，在大乘的立根行者呢，他在尚未进入大乘之粮道之前呢，他就要先证得空性。为什么呢？就是这个有情呢，他在尚未升起菩提心之前呢，要证得空性的缘故呢，就是因为说，因为呢，他会升起一个真正的希求解脱的心。那真正希求解脱的心的时候呢，那因为他是大乘行者的缘故呢，所以他在一开始修持七因果的时候呢，他从知母呢，然后修习到就是真上意乐之间呢，他相信说呢，就是菩提心呢是菩提呢是能够成办的，菩提是能够成办的。那等到升起了真上意乐之后呢，他相信说呢，菩提呢是一定要成办的，所以在一开始从知母到真上意乐之间呢，他是相信说菩提呢是能够成办的。那等到他升起真上意乐之后呢，他呢知道说菩提呢是一定要成办的。那他既然这边，因为我们前面是说解脱，那同样因为他是大乘的缘故呢，他所希求的解脱呢就是成办佛位。那他也因为呢在升起就是清果的时候呢，他为什么能够相信说呢，就是菩提是能够成办的呢？他为什么升起了真上意乐之后呢，他相信菩提是可以成办的呢？就是因为说他相信呢，就是解脱是能够成办的。为什么解脱是可以成办的呢？因为他有证得了解脱。他如何证得解脱？就因为他有证得空性的缘故，所以他相信呢解脱是存在的。所以由此而成立说，他还没有升起菩提心之前呢，他会先证得空性的理由呢，就是因为这个。那这最主要呢，就是从贾朝杰大师的论著里面呢，就是贾朝杰大师有解释到说，为什么立根的行者呢，他会先证得空性之后呢，才升起菩提心。刚刚呢就讲述到说呢，最主要是出自于就是贾朝杰大师呢，他所造的就是宝性论的大书，就是他对宝性论的这个解释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再看到就是92页。那这边呢，就接着讲述到说呢，故凡欲求极喜地者呢，应听闻此甚深道也。然后呢，
此即劝令听闻，然后就是呢要劝他呢，就是要去听闻空性的道理。那就如同呢释百论所说，如释百论是云，那这个释百论是呢是月称菩萨造的。若即爱众自性空论，当修彼顺缘门。即凡能于空性增长尽性者，当如是行。那就是说呢，若即爱众自性空论呢，就是说它本身呢对于空性呢就是有希求，就是这里所讲到呢，就是你康为作为空性的这个文气的时候呢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就要去修习呢顺缘，就是你就要去修习空性，就是凡是呢对于空性呢能够让你增长尽性的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就要去做，就是要去听闻，然后呢，又由悲心故欲报佛恩，又由悲心故欲报佛恩故，欲令自身正法离诸险难因缘故，当行诸难行，施诸难施，以事摄事摄众生，于正法器尽力宣说，使正法教。那这边呢，就讲到说呢，除了呢你要好好去听闻空性的缘故呢，那也就像前面呢所讲述到的，因为呢你自然的，你成为空性的文气的时候呢，你自然而然你的悲心等等呢，它自然就会升起。那同样的呢，你也因为了知了这个空性，然后了解了方便的升起悲心的这些缘故呢，所以你会升起呢想要报佛恩的这种想法。那想要报佛恩的时候呢，就会令自身呢正法离诸险难因缘故，当行诸难行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就会好好的呢去行持呢，就是佛陀所讲的这些所谓的难行苦行呢，你都会去做。然后施诸难施，这边当行诸难行，当施诸难施呢，就比如说以布施来说的话呢，我们一开始可能只是做一些财经的供养，就是指外在的这些财物的布施之外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了解了空性道理这些时候呢，为了报佛，我们会行这种困难的这种布施，我们也去做，像是布施自己的这种头目脑髓等等呢，那这种难行的布施呢，我也会去行持。然后同样呢，以事摄事呢，摄众生，就是以我们讲的就是六度四摄，透由四摄呢，然后去摄持有情，然后于正法器尽力宣说此正教法，然后对于呢想要听闻空性道理的这些有情呢，然后尽力的呢为他去宣说就是空性的这个道理。那这边的正法教呢，主要指的就是指说像是般若经的内涵。那此谓于远离非气恶过失者，当历历弘扬此法。那远离非气恶过失呢，那两种非气呢，就是我们前面呢所讲述到的，就是我们讲述到说，对他呢讲述空性的道理的时候呢，他呢就是要么就是不信解空性，就是我们在91页呢倒数第6行呢，就是讲到说呢，就是要么对于不信解空性，就是完全不相信空性呢而生毁谤，或是信解而以正理破除一切因果等法，或者说呢，你相信有空性，但是呢，你对于空性的理解呢是以颠倒的这种理解的这两种过失的呢，你应该呢就是对于这两种过失的有情呢，不能够去宣说，然后远离这两种过失的呢，当历历弘扬此法，就是这个时候呢，你要好好的呢去为他讲说就是空性的这个道理。那接下来呢，就讲到说，若未如实了知其圣洁者，应先以不为缘起之法而为宣说。那这边呢，就是再的提到说呢，中观见解里面呢，很重要的一点呢，就是说，如果呢，他对于空性的道理呢，他没有办法，就是无法了知其圣洁者，就是无法完全了知。虽然说对于空性呢有希求，但是他没有办法完全了知空性的道理的时候呢，应先以不为缘起之法而为宣说，就是这个时候呢，你要先告诉他说呢，就是一切的能作所作，还有业果等等呢，皆是能够安立的，就一定要先让他呢能够去安立业果等法，就是不为缘起的这个道理呢，一定呢要先跟他讲述，就是一定的让他不要到时候就是觉得说一切法呢都是不存在的，所以一定要说不为缘起之法而为宣说。那这个道理除了说在应成派呢很重要之外呢，那在唯识中的时候其实也是很重要，因为我们在讲述唯识中的空性的时候呢，就提到说，色为全色之身所趋入的去路境呢，自相成立空。那有人听到说呢，色为全色之身所趋入的去路境呢，那就是色本身，它是自相成立空的时候呢，他也会误认为说色呢，它是否就不存在？因为色它本身是自相不成立的时候呢，他就会觉得说色呢，它也是
志向不成，色呢是志向成立，所以就表示色呢是不存在的。所以无论是应成派或是唯识宗来说了也好呢，他们一开始呢就是一定要先安立说，要先了解知道说一切法呢它都是不为缘起之法，然后先在这一点之上呢一定要建立好之后呢，然后才去为他讲述空性的道理。那这边呢就是上堂课呢就是有一个问题，那先为大家做回复。那因为就做一个简短的回复，因为仁波切呢等一下还要去开会。那这边呢就请问到仁波切说，就是大乘见道无间道呢它到底是心王还是心所？那虽然说知道说大乘无间道它是心王和心所呢都有，但是呢就以通达实性或就是证得空性的智慧而言呢，它本身应该是慧心所，所以应该是属于心所嘛。那这里呢仁波切就回复到说，就是没有错，空性就是大乘的见道无间道呢它一定是心王跟心所二者都有。那其实为什么说大乘无间道呢它一定是心王跟心所都有？因为本身呢第一个，我们最初从心绪升起生意菩提心的时候呢，就是在大乘无间道的时候，所以生意菩提心的性相里面，它本身就讲到说呢，大乘圣者心绪中的就是意，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心王，就是大乘圣者心绪，它的体性就讲到说，它只要是菩提心的，无论是就以生意菩提心来说，它一定是大乘圣者心绪中的这个意，也就一定是心王。所以，那我们最初升起生意菩提心是什么时候呢？一定就是在大乘无间道的时候是最初升起生意菩提心的。所以以大乘的见道无间道来说呢，它一定是有生意菩提心。那这个生意菩提心它本身是心王，那和它相应的这些心所呢，也同样的呢都是属于大乘无间道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讲到说，就是它是具备五种相应的缘故，所以心王呢，它既然是大乘无间道，大乘无间道的话呢，那同样这些心所呢，也是属于大乘无间道。但是为什么我们一般会讲说通达空性的智慧？在讲说通达空性的智慧呢，它其实有一个就是很殊胜的一个理解，就是我们知道说宗喀巴大师在造广论的时候呢，在前面一开始的时候呢，是以大部分呢是讲述方便分，然后到了圣摩他的时候呢，才讲述到静虑，然后最后呢才讲述到毗婆舍那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圣观。那这边所讲的呢，证得空性的智慧呢，就是我们在抉择什么叫证得空性智慧的时候呢，最主要是讲到说，就是升起止观双运的这个毗婆舍那，就是当我们升起了圣摩他之后，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升起清安的安乐呢？那这个时候呢，就是升起了毗婆舍那。那这边所讲的广论里面所讲的毗婆舍那，最主要是讲什么？是讲说观察。那它最主要是观察什么呢？最主要就是去观察诸法的实相，就是讲说到证得空性的智慧。所以我们在讲说证得空性的智慧的时候呢，这两个智慧所表示的呢，就是毗婆舍那里面呢所讲的这个圣观的这个智慧。那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说，一切的分别里面呢，最殊胜的智慧呢，也就是证得空性的这个智慧。所以在讲述到一般呢，我们在讲述证得空性的智慧，会提到智慧两个字呢，是有它很特殊的一个理由，就是最主要是讲述到它是毗婆舍那的这个缘故，也就是它是属于圣观的这个缘故。那虽然说就是问题还没有回复完，但是因为其他人在等，就是已经在等仁波切去开会，所以我们今天先下问题，下一堂课再做回复。那我们现在先一起做回向。